多謝主席。司長、各位官員、各位同事，今日呢係施政保安系統嘅施政辯論。咁喺呢度呢，好多具體嘅嘢呢，好多同事都講咗。我又想講下無下虛，講一啲呢司長有計劃咗嘅嘢，但係冇出街嘅嘢。因為我哋今年呢，喺個施政方針嗰個文稿咧，有一本咧係60版嘅，呢一個文本係冇出過街。咁喺呢度咧，有啲嘢亦都容許我耐性少少去讀一下。司長喺嗰啲文件裏邊咧，亦都有咁嘅講法嘅。我哋身處嘅社會發生住複雜而深層次嘅變化，本澳人口上升，加上流動人口增加，以及社會經濟嘅急速發展，資訊化時代嘅邁進，使社會不斷產生變化，犯罪手段越趨詭詐。呢啲新型罪案連同跨境有組織犯罪，使本澳嘅治安問題日益複雜，而當中以社區犯罪最為突顯。你又寫到，正因為現代社會風氣越嚟越複雜，隨之衍生出嘅新嘅治安威脅，保安當局將會針對唔同嘅社會層面去進行維護治安嘅活動，竭盡所能為市民提供優質服務，預防罪案發生及維持社會秩序。另一方面，博彩業嘅開放為澳門帶嚟大量旅客，亦有不法分子趁機違法犯罪，包括本地、鄰近地區甚至國際犯罪集團。面對呢種情況，警民互助能有效協助解決治安問題。因此，我哋將繼續投放資源開拓社區警務，致力解決澳門嘅社會治安問題，力求服務素質符合公眾嘅要求同期望。呢兩段話都係喺司長嘅前言部分第2段同第5段。咁其實呢度呢，亦都好睇到司長好把握我哋治安或者我哋整個保安系統面對緊一啲乜嘢嘅形勢同面對緊一啲咩問題。咁其實司長亦都係為呢個工作嚟講呢，謀劃咗一個戰略嘅思路嘅。喺呢度，司長提出，我哋為來年嘅工作定下咗以下3個主體目標：一係隊伍規範化建設，二係警務資訊化建設，三係和諧警民關係建設。我哋務求喺呢個基礎上繼續向前邁進，將保安部隊同部門嘅建設成為更加進取、積極同革新嘅機構。我哋將按照制定嘅計劃同方案，履行法律賦予嘅職責，維護社會安全。喺履行任務同實現施政目標嘅過程中，以服務市民為目標，致力維護同灌輸良好嘅價值觀，打造一支廉潔高效、專業精幹、紀律嚴明、優質服務、力求革新、盡忠職守、團結互助嘅優質警隊。喺呢度裏邊呢，司長係用咗7個4字嘅形容詞去要求做一個優質嘅警隊。呢度包括有廉潔高效、專業精幹、紀律嚴明、優質服務、力求革新、盡忠職守、團結互助。呢啲我都支持，但我更建議喺呢度應該加返4個字上去，係加喺個頭度，係人本管理。我哋欠嘅，似乎我哋好多嘢欠嘅，仲係欠呢樣，唔僅僅係嗰個問題，係我哋成個政府部門喺人本管理上面，我哋點樣睇？
去做好多嘢都係希望能夠係改善民生，能夠令到澳門人過一個好嘅生活。各方面我哋都需要人本管理。咁其實咁多嘅情況喺司長裏邊嗰個施政方針裏邊呢，展開咗10幾項、13項嘅工作，其實都有要求、有睇法。喺呢度嚟講，我就覺得今年嘅施政辯論裏邊嚟講呢，係比較特別嘅，就係我哋呢一個施政方針呢，係上網 down 唔到落嚟嘅，係唔會公開。以往係講咗之後，呢個長版係會公開幾日，跟住就會刪晒嘅，跟住揾唔到嘅。好得意嘅，佢係附喺呢一個施政報告裏邊嘅簡短版係有嘅，係嘛？咁但係我都比較過兩個唔同版本，有兩個唔同版本嘅好處。如果從貫徹執行理念好、做法好，我都建議司長嚟講，將你嗰個長嘅版本俾你啲下屬去真正去了解一下你整個戰略嘅想法，大家嚟到合力做好嗰個工作。但係從呢一個短版呢一個可以喺網上 download 呢一個呢，又有另外一個訴求嘅，除咗有10幾版呢個施政方針之外呢，仲有司長嗰個部分呢，係88個要求，有個具體項目，有時間嘅，係8個部門都有時間嘅要求，全部有時間嘅。咁今年係做咗呢一個咁嘅時候呢，可能到明年呢個日子嚟講，大家又去對照，係嘛？有幾多做到，有幾多未做到？咁其實呢個都係喺施政辯論嘅過程裏邊，大家一個唔同嘅睇法，但係有呢啲嘅做法嚟講咧，亦都可以對大家嘅工作起一個促進，同埋起一個唔會懈怠嘅鞭策嘅作用。喺好多同事嘅講法嚟講，都係對司長嗰個情況，而家其實司長好清楚一個就係小偷啊，啲鼠竊狗偷嘅嘢咧係好擾民，但係呢樣嘢亦係好複雜下，好煩下，係咪？點樣去做咧？確實呢度點樣能夠剛才吳在乾議員俾個影碟你，其實呢條側面反映咗，其實我哋都可以去社區，如果民間大家都去支持一啲工作嚟講，大家都合力去做，可能將一啲問題會降低。呢個係一個喺社區警務裏邊需要值得思考嘅問題。另外一個咧，確實喺澳門毒品嘅問題講咗好多，但係我哋又見唔到前面同後邊嘅關係，因為我哋似乎喺我哋周遭嚟講，我哋對毒品嗰個犯罪嘅刑罰，我哋都算係輕嘅地方，係咪？咁我哋喺澳門呢2年，我哋揾到啲都好勁嘅，特別啲人體嗰啲好勁嘅，嗰啲係講親都講幾多公斤，係嘛？再唔係用幾多克，係用公斤嚟計。咁呢啲嚟講，究竟我哋喺情報方面嚟講，同其他嘅合作又點呢？喺呢度我哋又跟唔到一啲嘢，又睇唔到一啲嘢。但喺呢度嚟講，又似乎係見到好多死事，一路都嚟做呢啲事。咁究竟呢度佢總有個流向，總有個情況，係嘛？第二個就係3黑問題，一個係黑社會，一個係黑民，一個係黑工，點打？
呢啲都係一個對社區大家非常關注嘅一啲唔係好中意嘅嘢嚟。當然呢度係呢三樣嘢喺好多發達嘅城市，佢亦都係非常頭痛嘅事。但係都希望我哋係真真正正潛下心嚟，有啲咩對應嘅招數可以去使呢三黑嘅問題係壓止佢縮到最細。其實我哋而家條件嘅嘢就係工作層面點樣去能夠使到上下一心去做咧？而家呢度係有啲嘢需要，我自己個感覺嚟講係有啲嘢需要破局。當然啦，從司長嚟講，覺得就係我哋已經設立咗一啲信箱啦，可以直接見上級啦，直接見呢個情況。但係管兵嘅鏈同一般嘅狀況佢又唔同。咁呢啲機制究竟我哋講咗幾年，呢啲機制究竟有幾多人用咧？用咗個效果又係點咧？呢度可唔可以有少少資訊俾我哋睇下咧？或者能夠係俾到相關嘅資訊俾我哋去了解一下？喂，喺呢啲方面，喺改善上下級方面，喺底層佢哋能夠係運用呢啲越級或者係投訴機制嘅嘢，咁呢度又有咩嘅統計數據咧？係嘛？佢又解決咗啲咩嘅特別嘅問題咧？咁因為有陣時有啲嘢咧，有數據可能係好講説話嘅，但係有啲嘢嚟講咧，有數據有陣時又未必係一件好事嚟嘅。譬如我哋好中意就係列舉每一季都要列舉我哋罪案嘅情況，咁其實有啲罪案一件就等於100%。係嘛？我哋唔希望佢出現一樣嘅啫，係嘛？從員警嗰個狀況，警員嗰個前線嘅情況，確實，司長講咗07年之後，警察已經係所有公職人員都係冇退休制度嘅，係嘛？照我所理解嘅咧，就係退休制度，你鎖住佢係36年，就算佢有得保，你都鎖佢30年。但係公積金制度25年就可以攞100%㗎啦。呢度如果從人力嘅設計嘅危機更多嘅，呢度可能會更多嘅危機嘅嘢。咁呢度唔知點樣將來點樣去應對，因為而家仲係新嘅事。因為07年先至開始有呢一個，係嘛？25年後已經係仲有一段時間先至，剛剛過咗5年，仲有20年先見效，係嘛？即係如果作為未雨綢繆呢一個情況，咁其實另外一個嚟講就係亦好少睇到或者係佈局一個喺司長嘅管轄範疇，我哋嘅梯隊建設係點？我哋好講人才建設，好講乜嘢？我哋梯隊建設係點嘅？係嘛？咁呢啲都係喺我哋而家嚟講仲係欠奉。始終社會係會向前走，係嘛？但係一代人嘅情況嚟講，點樣將一啲好嘅嘢延續落去？我相信亦係應該去提出嚟正視嘅問題。咁講到呢度，多謝。